来关心中华中滨工业区的海龙利华风电降压站20日时发生二氧化碳外泄意外，造成17个人送病院，其中伤势较严重19岁姓简的查甫人，拜一日时是宣告救袂回来。另外一个38岁姓赖的查甫人是重度昏迷，家属即马已经决定要放弃急救，嘛要把伊的器官捐出来。 姓赖查甫人互救护车送去病院急救，准备进行器官评估。中滨海龙利华风电20日发生二氧化碳外泄的工案意外，姓赖查甫人是其中一名重伤的人。救救了后，虽然恢复生命现象，验过目前依然是重度昏迷。家属甲病院讨论了后，决定放弃急救。经过连日的抢救，他的神经血的反应并没有起色，所以在经过家属的 同意以及家属的意愿之下，想要让他遗爱人间。这件意外3名重伤的人，38岁姓赖查甫人昏迷指数只有3，家属2日决定器官，病院也会同检方进行器官评估。那只有19岁姓简查甫人2日宣告死亡。另外一名58岁姓刘查甫人昏迷指数依然是3。 向所有伤者及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，并对于罹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。我们将提供家属所需协助。海龙利华风电表示，利华风电陆续降压站迄天进行消防工程时，不明原因造成二氧化碳气管互激发外泄，造成17名工程人员送医。即马已经甲承包商东莞定期配合主管机关甲司法单位调查，厘清意外发生的原因甲责任，相关保险会依照定数办理。本案侦办，那检察官会朝向是否涉及过失致死或是 职业安全卫生法的方向去做厘清。现在原因还在调查中啊，因为那个还蛮复杂的，现在还不太确定是到底是为什么会跳。检署表示，定期作出停工处分，故意违反职安法，处相关30万罚款。另外，复工爱等业者提出改善计划，故由职安署审核通过，才会当复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